学到你个即一家人，进前我拄过2摆。大生是伫我去尤加西马途中，因要去修善寺，伫尤加瓦桥附近相拄。迄时有3个少年姑娘，学到你个派大鼓。闪身了后，我时时越头过看，自身产生一种旅行者的情怀。果来，伫尤加西马的第2暗，因嘛来到旅馆表演。我坐伫楼梯半路，专心欣赏学到你个伫入口的地板顶跳舞。我按算因，迄天伫修善寺，下暗来尤加西马。若安尼，明仔载大概买过阿玛尼山关，往南去尤加诺温泉。伫阿玛尼20外km的路顶，定着足因会着。自安尼，我哪空想哪赶路，无想着为着美好，伫茶馆阁拄着因，我的心脾迫彩。无偌久，茶馆的阿婆安排我到别个房间，这可能平时无地用，无装炭门。下面看落，看袂着美丽山谷的底。我去鸡母皮，喙齿气哭叫，身躯皮皮准。我甲旁地入来的阿婆讲，我会寒。啊，少爷，你规身澹漉漉，近来遮烘火，甲衫烘干。阿婆哪讲哪揪我的手，带我到因的起居室。迄个房间有一个地涂骹的火炉，炭门一个开，就有烧气沁来。我徛伫门口抽除，有一个若饮水死、规身乌青种水的老人，徛骹坐伫火炉边。伊夜夜看我这边，那烂去的目睭黄到红仔人。伊身边有一堆那山的旧皮纸甲纸袋仔，根本会使讲是，伊是待伫这纸堆呢。我戆戆徛伫遐，看即个山中怪形，毋敢相信迄是活人。